今晚同小朋友分享故事係傑克與魔豆。從前有個細路仔叫做傑克，佢同媽媽住喺一間細細嘅屋子，屋企好窮，只有一隻老奶牛陪住佢哋。奶牛以前會有奶飲，但慢慢老咗就再冇奶啦。媽媽好擔心，叫傑克將奶牛牽去市集賣。傑克半路遇到一個神秘老人，老人話呢度有5粒魔豆，可以換你隻牛，只要種落地會升到天上去，帶你去一個神奇世界。傑克覺得好特別，就換咗。返到屋企，媽媽嬲到掟走啲豆，話我哋要麵包啊，唔係豆。第二朝，院子竟然長出一條又高又粗嘅豆莖，直衝雲霄。傑克好奇心起，偷偷爬上去，竟然去到雲端，見到一座巨人城堡。巨人好大隻，好兇，但女巨人心腸好，偷偷幫傑克。傑克喺城堡入面揾到好多寶物，有金幣，有會下金蛋嘅母雞，仲有一把會自己彈歌嘅金豎琴。傑克每次都偷咗一樣寶物，生活慢慢好咗。但最後一次，豎琴大叫：主人，有人偷我！巨人即刻追住傑克落豆莖。傑克急急腳叫媽媽，快啲斬豆莖！媽媽用斧頭斬斷咗，巨人跌落嚟冇咗。之後，傑克同媽媽靠住母雞同豎琴，過着安穩快樂嘅生活。傑克終於明白，太貪心會有危險，最重要係同家人一齊平平安安咁過日子。小朋友聽完要記住啊，勇敢探索係好事，但唔好太貪心。幸福唔一定要好多好多財富，有屋企人陪住就已經好溫暖啦。喜歡記得點讚啦，下次仲有更多兒童圖書等大家啊，多謝。